嘛是郭台铭的消息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为了要争取代表国民党参选，动作是有够济。除了这个拜访各地去做事，只嘛听讲，郭台铭伫昨日暗时直接去到民众党主席郭文特因厝内拜会，敢有讲到要参选的问题，大家真关心。因为郭文特表示讲，两人见面前后差不多半点钟，无讲到什么人配什么人的代志，颠倒是郭台铭是该请教。啊，那郭文特是讲了讲，郭台铭唔知影定调规则就参加比赛，会感觉莫名其妙。民众党的主席郭文特参加国际西式的文化节，累积以204声量。当日边代表国民党出选的郭台铭，唔管郭文特走甲偌骨力，集会暗时为平湖直接冲到郭文特引导来拜会，讲讲这是天头参选求找合作的空间。叉配的什么立委什么都没有谈到，我还问他说，他那个国民党那个征召到底比赛规则是什么？我说你都不知道比赛规则，还是跟他参加比赛？到时候结果出来，你们要怎么决定？现在很晚了，所以谈不到半个钟头就离开了。两位有聊什么吗？小心一点哈。今天是马高生哦，这个不回答任何问题哈。郭台铭请一个内容真值得人思考。毕竟郭文特登记参加党内初选了后，表示讲99.9%一定会选。啊，那国民党的朱立伦依然在等0.01%合作的可能。可能过2天，如果有一次看到侯市长跟柯市长见面，我想担忧的又是民进党。有没有掌握到郭台铭跟柯文哲的动向？一定是有的。那配合到底是讲的成无，无人知影。基层也个咧烦恼，若是到最后透过定调互提名的，唔是阿明。严格郭台铭和郭文特行到这么晚，恐惊会冲击到国民党的选情。因为这一次国民党的采用的方式是征召哦，但是你要说这个是不是叫内定，我个人觉得不管怎么样征召，它就是党中央跟主席的一个权利嘛。但是呢，最后也应该都要接受结果啦。就算后礼拜定调郭台铭甲侯友谊战争来结束，严格敢若由原爱看关键第三势力郭文特的角色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